咱的乡亲时代，过年若想要试一个手气，会当考虑去买一个大乐透。大乐透过年加码，今仔日开始咯。讲这个100万的奖项要加开360组，也就是讲买一张大乐透就有2届得奖的机会，而且佫要连开13天，创下史上上久的这个开奖的纪录。啊，倒一款星座的人，今年过年的财运特别好咧。星座的专家讲，金牛座今年不管是财运、桃花，也或是人际关系，也或是这个工作运，拢真旺。大乐透过年开始加码，真侪人一透早就来财管行包牌，买金额真侪拢是1万块以上。花多少钱？3万多块，大家一起来玩一下，过年气氛。不管独资或者是一组，今年大菜加码360组100万大红包，只要6个号码就会使摕100万，加码金额8亿6千万，是这4年以来上悬的纪录。加上大乐透头彩已经共16期，累计金额4亿8千万，好买起抢滚。买气从一大早7点开始啊，就很多民众都来包牌，大概增加了3倍。刮刮乐同款嘛真切，2000块刮刮乐除了现金，还有 BMW 修理车。财管行讲已经拄到真济组直接买归本。另外，这位小姐买500块刮刮乐就6000块，讲实在真幸运，搁加码来买。很嗨，今年会很好运。星座专家表示，今年过年期间想要买刮刮乐、大乐透、金牛、水bàn、摩羯、巨蟹，这些个星座财运上旺。是在西洋星座当中，水瓶座本命之年，所以当然财神也会特别加持，让他有好运势。金牛座今年不论是财运、桃花，或者是人际关系，或者是职场运，都非常的好。开小钱，试运气，今年凡事就轮到你，会使过一个好年。